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制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安平区因为曾经有 COVID-19 确诊者经过，所以市府特别将林长列为优先注疫苗的对象。25号伫安平卫生所实施，总共过半数林长登记报道。林长是第一线为民服务的重要政策推动者，长期伫里来走丛宣导政令。由于日前安平区曾经出现新冠肺炎确诊者以及确诊组织，市长黄伟特特别将安平区的林里长列为优先注疫苗对象。25日伫安平卫生所办理 AZ 疫苗接种。今天是我们安平区林长施打的第一天哈，那我们在早上分为3梯，那我们总共有300位，将近300位的林长，但是我们已经调查过，有意愿的将近有5%哈。那今天看起来现场还蛮踊跃的，还是有增加的人数来施打。那也透过，因为我们安平区有确诊的个案跟足迹哈，所以我们在市长也考量到了，所以就让我们安平区的林长来优先排定来优先做一个施打。那也是感谢林长在这一段时间来，也都帮着我们区公所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平常呢，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也都协助里长来推动我们的一些区政、市政的推动，都是尽心尽力。那在这里也是特别的感谢里长，感谢市长吼，这个疫情的时阵啊，互阮这个林长会当来会当来做这个预防针吼，阮也感谢阮区长吼，斗帮忙啦吼，促成吼，阮下早有阮几个里长吼。来遐看林长咧做的情形。
接近东港区长赖清竹以及真侪安平的里长也拢到场关心，并叮咛接受疫苗接种的里长爱加啉水。水加啉大，像阮拢无安怎，就是啊啦，啥物话你水啉较多。我自家感觉无安怎，毋过吼爱加减啉寡水啦，因为在人的身体嘛。因为我的感觉是啉水啉愈多愈好，所以我啉的拢无感觉到讲有酸痛、甲发烧啦、甲物无啦，啥物拢无安尼。首先爱感谢咱市长吼，互咱林长、甲里长吼优先权落去做。真正爱感谢市长安尼。感谢市长吼，互阮安平区会当安尼，大家这林长会当来注射吼，谢谢你，谢谢市长。这次肺炎疫苗接种，安平区298位林长，有165位林长报名。早至25日下晡1点，有将近6成林长完成接种。因对着市府这项大型安排，拢表达十分的感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民众三顿拢叫外送，连带造成纸类便当盒啊、甲厨余等资源回收物大大增加。经过统计，5月量已经增加到16%，6月更加可观。所以市长委托嘛公开呼吁市民一定要减量减碳。因为疫情，大家拢尽量伫厝，毋是外送，就是家己早顿来解决三顿，造成纸类便当盒等资源回收物甲厨余的量大大增加。根据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并且一条路线一台回收车的载完，现在拢爱出到2台车，6月预估将增加2成5到3成的量。所以市长吴伟霆表示，除了增加环保收运甲处理的量以外，嘛呼吁大家食偌济、叫偌济、食偌济、煮偌济。我们希望说，第一个，如果是外卖，或者是外送，或者是这个回来买菜回来做菜，我们希望说量力好，想要吃多少再煮多少，再叫多少，不要叫一大堆，造成一大堆厨余，这是我们要呼吁民众的。第二个，我们因应这个部分，环保局已经增加这个回收车的调度了以及清运人力的增加了，而且已经建制去年开始就建制完成2座新的厨余快速发酵厂那每个月增加990吨的厨余回收量，那我相信这个量是足够的。所以说，一方面希望民众吃多少才煮多少，吃多少才叫多少，减少厨余增加的速度；一方面，我们也加大厨余处理的能量。环保局强调，5月敢若纸壳就2吨半，等于是150万到200万的便当盒，所以呼吁市民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加减少只用一摆的餐具，共同减量减碳。第一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因应3级警戒持续，除了希望大家提升身体免疫力来对抗病毒以外，远道产院嘛邀请大家做回来读经、写经文，提升心灵的免疫力，同时嘛祈求疫情消退，替台湾祈福。远道禅院建辉法师带领的法师群，长期推广金刚经写神。今年经伫善心大德发心布施设置全台10外处据点，开设写神的课程，互参与学员拢欢喜充满。有学员表示，有机会会当为家己甲厝内底的人做金刚经读，完成的木宝作为传家之宝。建辉法师表示，写神毋是一堂书法课，而是互家己内心稳定，培养定力甲智慧，也借由书写经文过程中提升心灵免疫力。最近疫情很严重，所以所有的防疫人员、居疫人员以及全民呢，都陷入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也很紧张。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度过呢？除了身体要健康，保持心理的平静之外呢，有一个居士发起了，他想要跟大众结缘金刚塔的礼盒。这个金刚经塔礼盒是一个写经的工具礼盒组。这礼盒里面呢，包括所有写金刚经塔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经文，还有宣纸、金刚经塔的底纸、文房四宝。还有这里面呢，对于《金刚经》的开示，
提供这个礼盒给大众是一个方便，让大家呢可以在防疫期间用写经的方式来安定自己的身心。原道禅院配合伫厝内防疫措施，将实体课程改为云端网络线顶学习。每个月过少的拜六礼拜云端神堂，由法师带领大众做伙共读《金刚经》，写《金刚经》读。伫疫情紧张期间，持续带领大众修学，固执大众的善心愿力。同时，佫特别提供《金刚经》写成礼盒仔400份，以及《华严经》100份，免费结缘居家检疫以及防疫人员，也欢迎四方的大德做伙加入强大善举。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叶石头是台湾近代文学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真侪创作拢是以富庶的岁月甲在地人物作为背景。今年文化局特别以业努来筹办文学奖，这次首奖高达30万的征文比赛，邀请大家踊跃投稿。合作底片小说之王的叶石头，就是借着作品来描写台湾，所以文化局期待所有市民麦当传承业努的精神，勇敢讲出家己的故事。今年特别举办第一届叶石头文学展，要以2万字的底片小说来征文。其中黄伟霆嘛特别以叶石头文学纪念馆为背景来拍片宣传，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第一名有30万的奖金。台南是一个适合人们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活的地方。文学不是死的，不是静态的，也不只是白纸黑字。文学可以有非常多的动态，鲜活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让大家来参与。叶石涛文学奖征件中，奖金30万，心动就不要做梦了，做梦不如马上行动，等你来。文化局表示，对今仔开始到8月23杂志收件，一律采取线顶的投稿。有兴趣想要争取奖金的民众，会当上文化局的网站来详细了解。台湾新闻顾问及何强邦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3期间界持续，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尤其弱势团体伫经营上更加困难。市议员李启伟特别提供酒精、防护面罩、甲喙安等防疫物资，予华山甲朝兴基金会，希望对弱势防疫有进一步的帮助。议员李启伟透过民间企业的关注，募集1批的酒精、喙安甲防护面罩，上午分别捐赠予华山基金会。安平甲南区2站，希望对防疫有所帮助。咱知影最近这段时间吼，阮疫情的一个期间吼，这各行各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吼。像这社会上吼，阮拢有一寡吼，这个长期吼，这个关心吼，这个弱势团体吼，也是在照顾这个一些弱势的长者吼。这一个单位吼，因募款吼，相信吼也会相对的不易吼，所以这阮特别吼，今仔日吼安尼来为遮的吼，遮的基金会吼为他们加油打气吼，平常时看到因为地方吼，安尼遮的长辈吼，安尼付出吼，这阮真吼都有感受到吼，也都看在眼里吼。像因这个也是吼，都会接触到长者吼，一些社工朋友吼。今仔日吼，这一寡基本的一些防疫的物资吼，像口罩啊、防护面罩吼，还是酒精吼，这拢会当吼，加做因第一线吼，安尼甲遮的长辈吼，安尼接触吼，阮也可以做好一个防疫的一个保护吼。议员李启伟表示，华山基金会长期伫个地方关怀照顾独居长者，除了到采访室捐赠物资，现在因为防疫期间。华山基金会嘛停止室内的组织，改电话访问。有了这批防疫物资，
对华山的志工帮忙真大。因为华山基金会在地一直在社区里面服务弱势长辈，目前因应那个政府第3级警戒的措施，我们是全面暂停那个常态的家庭访视，但我们还是会在报备之后去协助长辈一些特殊的需求，像他可能需要陪同就医或者是物资的协助。那我们平常也透过电话关心的方式，持续的去关怀长辈们。那我们也从中得知说，其实很多长辈他是没有经济或者是行动不方便，他没办法去获得这些防疫的物资。像我们就长辈说，他可能一个口罩会用5-6天，然后重复的清洗晒干之后再使用。那今天就是议员父子他们就知道说，得知我们有这个需求，他们就是特别捐赠了这一批的防疫的面罩跟口罩，还有酒精。那我们就可以在之后的常态的访视中，跟就是比较紧急的状态之下，先送去给比较需求的弱势长辈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基金会产生对弱势团体募资确实无简单。现在华山基金会还有大约4.5个缺口。希望社会大众会用个发挥爱心，帮助弱势团体度过这波的疫情。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防疫3级警戒延长，所以议员蔡小薇嘛每下先带校友甲民间的资源，关整防疫餐点甲物资，互东区李干事甲第一块技术力好，由东区区长主笔陈俊达代表接受。议员蔡小薇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徛伫个公所第一线的李干事，除了本身的业务，另外还阁负责联络居家的检疫、施打疫苗等相关的事项。因此，每下一寡民间的资源，特别关注防疫的餐点甲物资，互东区的李干事甲第一款的技术入户，由公所主任秘书陈俊达代表接收。今天非常感谢透过我成大的校友，以及我们朝日行善会，还有我们东区在地的台北口味米粉汤来捐赠它的餐点，防疫餐点。首先要给我们的区公所的李干事他们非常辛苦的在每天都在打理这个施打疫苗的事情，还有防疫的工作甚至是宣导的卫教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透过防疫餐点来给予他们鼓励、加油打气。那另外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朝日行善会和民间的资源一起捐赠，有干粮的部分，另外呢，也有这个生活用品的部分、生活物资的部分也是要针对我们的弱势朋友我想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还是不忘对于弱势朋友的关怀。自从85岁以上的老人开始施打疫苗后，我们的李干事可以说是不眠不夜一直在造册通知那在这个时间有这个我们的台北口味米粉汤，然后也有许先生朝日行善会他们想到说把物资还有餐点来资赠给我们的李干事，然后也把这些防疫的物资来透过我们发送到我们的低收入户家中。那在这边也代表市长、代表区长来向这些善心的团体跟人士来致上最大的谢意。我们会好好的运用这些物资，让它一定到达需要的人的手上。这届捐赠单位包括国际西主会区的参事许登贵、台北口味米粉汤、加台南市朝日行善会等单位。同时，公所嘛颁发感谢状，肯定爱心单位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国际研究的统计 ，COVID-19 对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威胁上悬，所以包括安养、护理之家等长期照顾机构，就是这类的族群上济，相容易成为防疫破口。所以陈玉慧伫接任乐活集团护理长以后，超前部署的防疫作为嘛必须肯定。陈玉慧伫基比下中心将事感染控制一共25天。今年3月来到乐活集团担任护理长当时，国内 COVID-19 疫情也未爆发社区感染。不过因为去年3月台湾出现养护机构有护理师确诊，所以如何超前部署建立完整的防疫网络，嘛成为伊真大任务。毕竟有庞大自编的照护系统，无容忍任何破口。除了员工甲人客拢严格遵照健康声明等防疫管制，面对疫苗来4间机构185位符合资格对象，伫2点半钟就完成注射，
嘛比卫生局稽查以后相当肯定。那6月号确定下来，就是因为好像疫情又有改变啊，所以那时候疫苗就没有办法打嘛。那我们就是整个后的，那一直到6月12号的时候，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前政策就是改变，就是我们的就是机构里面提前打，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在这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些动线的安排，那包括就是住民的同意书也取得了，然后工作人员同意书也取得了，然后名册也都照册确实之后，前一个晚上就传给卫生所，那就是预定疫苗的数字。那隔天大概准时时间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做一些施打空间上的安排跟动线那报道，所以大概很快。80几个，很快大概1个半小时全部打完，包括住民。那这个期间也包括说我们怎么去观察，那30分钟都在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人潮给疏散，他们都打了都没有问题。机构人员都要顺利完成疫苗施打，提升保护力。另外，该护理之家相当大心的，都要随时掌握员工的健康状况，嘛因应学校停课，做到分担女性员工照顾幼儿压力，有供餐也有下岗陪伴。有很多，因为护理人员都是女性员工。比较多，虽然我们有男护士啊，但是因为他们也要有一些家庭照顾压力，所以我们的护理师大家会觉得说，他就没办法上班。那时候我们的那个院长就是王小兰，院长他就想，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一个想法，我们就说那好啊，那不然就是把小孩子带过来，可是带过来总是要有人看嘛，我们就请社工师来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在新闻在报这个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做好政策，已经做好安排，就是说我们开放员工就是有托育的需求，那我们会有一些登录本，因为我们要控制人数。就是说室内不能超过5个嘛，所以我们会有预约登录的。那假设你可以或是没有人带的时候，你前一天就要跟我们预约，那我们就会安排社工去陪他们。乐活集团以在地长期照顾甲乐龄社区为目标，提供全方位无同阶段的服务需求，深深得到家属信任。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马在是这分午后短暂雷阵雨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